基隆市警察局长洪君玲趁参会敬酒时，男女会使用面角大面去防指控性骚扰。基隆市副甲警政署已经在查。美国加州洛杉矶世纪野火就万栋厝烧了10个人死亡。透强风可欢市长台消防经费，拢方认为是灾难的原因。中国人类间接肺炎病例也在增加，症状甲感冒真相像。真侪人都烦恼讲，敢会真像2019年肺炎同款，过年的时阵大流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仔日节目头起先带大家来看这美国的加州洛杉矶，这阵是当面临这世纪来上严重的野火。这2大上大的火场是已经烧掉3万多英亩的土地，9万栋厝烧了。这死亡的人数嘛已经增加到10个人。咱边看到迄2点，就是火灾的重灾区，甚至是对外太空都看得到。因为这当地正在跳强风，所以讲才会造成导火范围一直在扩大。这场野火会这么严重，除了这透强风的问题，嘛是因为当地天气大，可欢是已经真久，所以讲一个导火就控制袂了。加上这洛杉矶的市长7个月前是贷掉消防部门1800万美金的经费，所以讲有真侪民众嘛骂讲，就是市长害消防部门无法度应付这场世纪野火。虽然讲今日风势有较减弱，不过有关是有出现新的导火点。这洛杉矶当局就怀疑讲，可能是有人调工在放火，目前是已经抓到一个查甫人。南加州野火上较严重的太平洋帕里塞斯甲伊顿2个火场，初到暗时大火也是一直炭烧。详细的统计显示，这2个所在各有5000多座建筑物被烧了。卫星相片拢会看到，东西这2个所在高烟是一直升起来。虽然迄天圣塔安娜强风的威力小可减少，协助控制好莱坞周边的落日大火，不过又出现新的火场。几点钟内底对50英亩扩大到将近1000英亩。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洛杉矶警察局已经抓到1名涉嫌放火查甫人。We are now actively engaged in a new brush fire. We're calling it the Kenneth Fire in the West Hills area of Los Angeles on the border of Ventura County. 这摆野火规模是洛杉矶史上上较严重，区县内底18万人被下令撤离家园，死亡人数也增加到2位数。太平洋帕里塞斯高级社区河堤拢已经烧了。伊顿大火烧起的阿尔塔迪纳社区，民众无法度相信厝内底拢烧了啊！目屎干掉咧，伫咧找可能残存落来物件。But nothing prepares you for this amount of destruction. 洛杉矶郡甲附近的文图拉郡国际消防队拢全力来抢救，因为当地开花已经真久啊，真欠水，加上风真透，拍火是真困难。拜登总统初到宣布，讲会提供另外的联邦资金加资源，来帮助加州轻度灾区降低危害，建立保护生命财产的做法。So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cover 100% of the cost for 180 days. 大火炭烧，互当地空气品质真歹，空气中的钼颗粒浓度达到每立方公尺40到100微克，远远超过5微克上大标准。专家警告，这对有肺病、心脏病、老人甲囡仔拢造成严重的健康风险。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接落来看这韩国的寒流到底，这气温是降到-12度，是目前今年到今上介寒的。不过是有一大阵支持温室的民众，有原是伫室外聚会甲烧天，有人是摕这雾烧包、食泡面，甚至是甲泡甲纸来保暖。民众的青条旗和太极旗，身躯顶的衫嘛已经换作真厚的羽绒衫。南韩总统尹锡悦引起政治风波，甲打超过1个月。面对公调处向法院来申请逮捕令，随时准备展开行动。连续几天拢有支持尹锡悦的民众，逐天拢聚集伫汉南洞的官邸外口，讲一定会保护总统袂防逮捕。但即摆室内是-12度，伊嘛摕各种物件来封关。저는 창고로 나오기 위해서 장갑 2개랑 그다음에 속에 저기 히트텍 2개 껴있고 그다음에 저기 뭐죠 세차도도 있고 그다음에 그 붙였어요 지금 안에 잔뜩 그 핫팩 같은 거 주머니에도 핫팩 있고 그리고 지금 이제 장갑에 뭐죠 그 양말에 이제 어그 그래서 这雾烧包是有人伫现场特别准备的，另外嘛有人提供烧水和泡面，佮有几罐的泡面纸，会当当作毯啊，把身躯包起来，避免示威的群众伫
遮尔寒的天气感冒。警方估算，伫总统官邸外口的温室活的支持者上济有1000个人。 오늘 추위를 극복하는 거 지금 상황에서 저희가 할 수 있는 방법은 없어요. 따뜻하게 입고 핫팩에 의존하고 하는 건데 윤석열만 체포되고 구속이 된다면 이 정도 추위쯤이야 충분히 버틸 수 있죠. 韩国的民调机构采购公布的上新调查结果，目前有62%的民众认为讲，宪法法庭应该通过弹劾案，和温室活落台。33%主张宪法法院应该驳回弹劾案，但是有其他的民调显示讲，温室活本人和执政的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当地明显回升，可能是在野党受过超过的政治动作，颠倒连自保守派的支持者。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中国最近是出现人类间质肺炎，这款病例也一直在增加。这款病镜头是甲感冒真相像，这囡仔、老大人也是免疫力较歹的，就较高去患着。这个时间点逼出这款疫情，就互真侪人烦恼讲，敢会亲像2019年新冠肺炎同款，伫咧这过年时啊开始大流行。不过其实这款病毒是2001年的时阵就有啊，上早是伫咧芬兰出现的，当年的官人是加减减拢会压起来。 卫福部长邱泰源就表示，人类间质肺炎伫咧咱台湾大流行的几率是真低，毋免伤过烦恼。颠倒是即阵在日本的流感当咧大流行，一礼拜就317000例破历史纪录，甚至佫出现药啊无够用的状况。若是有要去日本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防护。 假如有部分民众开始挂嘴暗，中国北部最近为着 HMPV 人流间质肺炎病毒的病例继续增加，引发外界烦恼，是毋是像过去新冠病毒同款造成大流行？不过 WHO 世卫组织的官员表示，这款病毒被称作新的疾病威胁。The case mortality rate is very, very low. It is not a new virus. It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2001. It's been in the human population for a long time. It is a common virus that circulates in winter and spring. It usually causes respiratory symptoms similar to the common cold. WHO 发言人赫里斯珀斯表示，这款疾病是透过家属拍卡枪，还有接触传染，潜伏期一般伫3天到6天。而中国通报的案例数量伫 WHO 预估的正常范围内底，暂时中国病院的使用率比去年同期佫较低。嘛无发布紧急声明，显示佫伫个会当控制范围内底。 要参加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固定大学教授普拉德爵士认为 ，HMPV 的威胁比流感更较细。In general, for most people, it causes a much milder illness as a cold. But for some people, the severity can be just the same as with RSV or with flu. 普拉德爵士教授表示 ，HMPV 已经传播数十档，大众已经对这款病毒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力。这款疾病的症头，亲像感冒、流感，大部分是14岁以下高龄人士，还有免疫较歹的人，较高患着会加重肺部病症。暂时连高龄人口较侪印度嘛出现2例病例。印度卫生官员表示，无需要因此惊吓。除了 HMPV， 日本是出现流感大流行。厚生劳动省统计，12月底1礼拜以来患者数量达到317000例。 平均每一间医疗机构的患者超过64个人，创下历史新高。国内部分地区的院所佫出现治疗物品无够的问题。公司新闻电视同朋友。转来看咱国内消息，强烈带着冷气团到地，直接先提醒观众朋友，这温度也会继续降落，大家一定要注意穿好烧。今日全台湾有真侪座关山拢已经降到0度以下，玉山北峰也有嘉明湖、登山步道拢已经落雪，一片白茫茫。也若是这下晡嘛，有真侪人走去武岭讲要赏雪。另外，有气象专家是提醒，这13透早，也就是拜一的透早，是有可能会降到5度，达到寒流的等级，一定要注意身体状况。 汽车甲细电啊，整起哩一台接一台上山，一大堆警察无用在做交通管制，因为强烈冷气团发威，武岭佫落雪啊，真侪游客抢要来看。我们今天想说，小孩子第一次来看雪，不过让我们遇到了，很开心。之前积雪已经下到昆阳停车场附近，所以我们已经开始执行挂雪链管制。游客有够痛，用雪做一只鸭，甚至有人种一米就来啊，总算是看到银白世界。另外一边有山友分享讲，登玉山的主峰步道已经积雪差不多2公分，玉山的北峰对早起7点20就开始落雪，天顶看起来拢大雾，边仔的树啊佫结一阵冰，正因为白雪是一直在落。
伫东部的嘉明湖，前一暗就出现雪一直落的景象。到早起8点，雪愈落愈大，已经变做是落大雪。目前嘉明湖的山屋已经换做一片银白，积雪2公分，真水。几点就到我们的收费站票口？差不多12点半左右，可以体验一下这个0度以下，还蛮特别。有游客半暝就对家人落南，希望会能看到宜兰太平山落雪的景象。虽然讲温度有到零下1度，不过因为水汽无够，无落雪也是落米雪，敢若一寡树丛表面有结树挂。根据大陆冷气团持续落南，全台气温降，北部东半部上寒，到早起10点半，温度上低温伫新北石碇啊7.9度，还有苗栗大河8.3度，新北5各含富贵角是8.5含8.7度，拢伫10度以下。气象署阁针对台中、彰化、南投、云林、金门发布黄色灯号的低温特报，各嘉南、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宜兰发布柑仔色的低温特报。是在12号深夜到13号清晨有非常明显的辐射冷却效应，我们预计有蛮多的地方在今天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气象专家吴德英嘛提醒13个透早，恐惊会出现1波5度左右的极端低温，台北车站阁有高寒流标准的几率，若是要出去一定要注意保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基隆市的警察局长洪君玲，竟然是去互部署指控性骚扰。是有一个女部署指控洪君玲伫咧参会趁敬酒的时阵，甲这女巡察招揽，佮用面共打面。洪君玲是回应讲，伊是无性骚扰的想法，会配合调查。基隆市府甲警政署拢已经咧查。拄到重大案件，最摆亲身来指挥。基隆市警察局局长王君玲、北淡联保集总队长、台北市警察局督察长、副局长等要职，资历真丰富。准确是互女部署指控性骚扰。当天气氛很热络嘛，大家都在旁边共闻共见嘛。我并没有那个意思嘛。反正就是现在警政署在调嘛，他也告我啦，那我就坦然面对啊，接受司法调查。我也是当事人，我也不能讲什么。艺术干涉的性骚扰行为伫初8一场餐会，基隆市警察局找下下刑事单位举办年终的餐会。王君玲特倒来敬酒，互指控对一个女警察组先是春酒甲揽着，所来面打面，互这女警感觉真无好。王君玲本人讲坦然面对，也不定清无性骚扰的想法。他是一个很好亲近的局长。之前也有遇过类似的状况，那我觉得他本身没有特别的意思。我感觉是因家己人想法的问题，阮大家人解读的意思会不一样。辖区内基层同仁对着警告案件，部分是感觉意外，一直讲可能误解，也搁专案是愈拖愈大。基隆市警察局已经向上来呈报，除了基隆市政府，军联警政署也开始来介入调查。他昨天是有跟我讲，认为是一个国际礼仪啊，但是要了解到这个当事者这个感受，会做彻查啊，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会勿忘勿重。那我们会把这个调查的事实的真相做呈现，那提供给委员会来做一个认定，是不是有没有符合这个性骚扰。警政署发声明回应，王君玲以牵涉言行犯了错误，已经指派专职人员来调查，并且尊重当事人所讲的，到底是基于善意鼓励，也是行为已经超过界线，真相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顶个月永康只有幼儿园逼出不同管价，无到1个月，这规日又有一间幼儿园是有2个教保员，那像是甲囡仔拍、搁站、搁甲囡仔罚跪，一班26个人到18个人受害。教育局即阵是当咧调查，那查落是事实，就甲教保员也搁幼儿园的名公布出来。老师弄这样罚。囡仔伫母语，互教保员拍的刑，一到幼儿园就吼甲真大声。台南真侪家长车集伫咧民代的陪同之下，指控规人一间幼儿园的碰瓷班和幼儿班2个教保员疑似不同管教。被他打身体、打头，还有其他的小孩被用拳头打，把他摔到地板。倒在地上之后，好像还打不够，还用力再捶2下，坐在地上上课。老师也是经过，就是大力的踢他的腿。囡仔跪伫咧角，在讲迄当阵的情形，因唔拿互拍，搁互叫去其他的班罚跪。民代讲，碰瓷班26个学生内面都有18个人受害。另外，幼儿班虽然干那一个家长出面来指控，但是警方要调监视器的画面，影像硬碟却显示受损。送高雄原厂，我们的同仁会在现场看着这个硬碟的这个处理。顶个月，永康才传出有幼儿园不同管教，造成7个人受害。民代批评讲，亲像这种代志一直发生，大概受害家长想要看监视器的画面。
面都会拄到一大堆困难。这个台南市府失灵，确实已经有看到这样的行为，所以未来对于行为人的部分，我们一定从重来做处分，而且依这个规定是最高可以处到60万元，甚至另外就是不能够让他在我们的这个教保护机构再任教。已经让他停职了，没有再让他到学校来了。看到的时候也是很惊讶啦，说实在的，我们目前是全力配合各单位的调查。教育局讲会去精进调影像的流程，等外片的专家确认是事实，会严格争取，而且公布相关人员和园所的名。若是搁犯无排除减少，也是废止许可。若是园方故意甲影像毁损，嘛会依法来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外有啥物重要消息？咱做伙来看。头先先来看这立法议会今日拿八联手否决掉行政院宪法诉讼法的防治案。行政院是表示，这立法院无邀请议长倒用太说明，就表决是赞成遗憾。但若是民进党团是表示，这适合的文件已经准备好势，随时会当送。接落来看这旧历过年就咧要到啊！台铁是宣布加开24班车，其中有8班车全部拢是自由座。交通部长陈世凯今日早起是去家人7堵基步段视察，要求这载体凡事都要照起工，以卖发生事故来做目标。上尾来看这德国后个月就要国会大选，为着这选举当咧做事的自由民主党总理候选人，也是前财政部长林德纳，是去和这左派人士改结一块3分谱。林德纳是用讲算出的方式来化解这条闹剧。接落来继续关心国际消息，这中美洲巴拿马政府昨是举行历史纪念日哀悼活动，为这61年前死伫咧美军安全部队手头的牺牲者献花致哀。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前总统 Trump 是讲要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所以讲到900个巴拿马人在咧示威反美国、反 Trump。美国前总统川普已在对外表示，美国要重新摕到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和今年巴拿马的历史纪念日特别引人注意。总统穆里诺找到纪念碑来献花致哀，佮再讲到巴拿马对伊的领土有8%的主导权，运河这阵时将来也是巴拿马人的。Tenemos un canal panameño, una soberanía completa a nivel nacional, que así se mantendrá. Y así tendremos que luchar por ella para seguir manteniéndola panameño al canal y nuestra plena soberanía. 另外一方面，首都巴拿马市街路有几啊百人进行反美加反川普示威，示威队伍一路对历史纪念碑行去，大家举国旗大花，留落来花永远袂避袂记的，也佮卖插手巴拿马这口号，最后是伫纪念碑头前来烧这川普的假人像。caso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representado por su nuevo presidente que con sus ínfulas de poder, de querer controlar, manipular, asustar, meter miedo, pues se mete con nuestro proyecto nacional como es el Canal de Panamá. Entonces nosotros rechazamos enérgicamente esas declaraciones del señor Trump. 巴拿马历史纪念日由来是1964年1月19日，以学生团体为主的示威者提国旗入去美国掌控的运河区宣扬主权，和美国安全部队士兵阻止，甚至是开枪射杀。巴拿马国旗也遭到侮辱。大规模的骚动发生了后，两国一度暂停外交关系，了后展开一系列谈判，并且在1977年卡特总统任内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甲运河的主权交由巴拿马管辖。卡特当时讲，通过甲运河幸福巴拿马人，美国电视将说是一个强大的大国，有能力甲一个感觉公平、不过瞌睡的主权国家公平而且公平来往。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委内瑞拉的新总统就要就职，不过这阵却是有2个人拢坚持家己是新总统。一个是去年7月大选讲家己成功连任的现任总统马杜罗，另外一个是家己计票的反对派候选人贡萨雷兹。即阵这反对派就号召支持者行街路，讲是要互这个要连任的马杜罗就职典礼办袂落。徛伫车顶的马查多阿腰和支持者握手，针对讲家己赢2024 7月大选，准备要开始第3个6年任期的马杜罗，马查多是找支持者做伙行起伫街路，用大规模的抗争来挡马杜罗的就职典礼。sentencia el final del régimen.
suman ese crimen a la Constitución y a la soberanía popular, estarán sentenciando su destino。马查多伫向支持者演说了后，随着互随行人员以奥多摆车队护送离开。根据路透社顶挂电的讲法，这段画面就是马查多疑似互政府逮捕进前上尾一段公开出来的镜头。当地时间下晡3:21，马查多的发言人伫社群网络发文讲，伊的车队互安全部队抓落来，马查多互带走，唔知影去倒。支持反对派的达比和西方的各国嘛，伫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谴责马杜罗政府。但是1点钟后，当地社群网络佫出现马查多的影片，讲家己的人身安全无问题。对这委内瑞拉的官员讲，政府根本就无涉入因讲的逮捕行动。Pero ella estaba rogando y todas esas informaciones vinieron de afuera, sin que hubiese una sola razón. ¿Por qué? Porque ya la tenían montada la noticia para que ustedes vean cómo trabajan ellos. 因为马查多伫选前，互政府裁定失去参选资格，反对派就杀退休的资深外交官贡萨雷兹出来选。贡萨雷兹选后，甲反对派家己算票的资料送交互支持的欧美国家和国际组织，而且得到认可，讲伊是真正当选的候选人。美国总统拜登甚至是以准国家元首的规格甲接台。美国政府嘛公开警告马杜罗爱家己落台，无就会面对更较侪制裁行动。法国《世界日报》分析指出讲，目前上关键的就是委内瑞拉军方的动向，就是讲除非军方倒过去支持反对派，无就算反对派想要推翻马杜罗，手头嘛无啥物牌会当拍。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换来看委内瑞拉的宗教文化，当地是有一款结合原住民、非洲裔甲天主教的新宗教，伫咧当地流传要百年了后，得到政府的认可，列入国家文化遗产。这信徒团体领导人就指出，因这个宗教除了是代表祖先抵抗殖民统治、落尾独立建国的精神，嘛是凸显出委内瑞拉多元种族融合。在充满强烈非洲风格歌声当中，参加男性用烫白体，原来为花队跳舞，原来照顺序，烫只脚打过咧小的团，摇人体，抑佫有残火棍啊，讲家己的脚趾片。按照信徒的讲法，这拢是为净化家己的身心灵，来脱离受熏甲邪恶。女神玛利亚里昂萨，相传是15到16世纪之间。出生在委内瑞拉西部亚拉奎山区的原住民部落，老爸是部落酋长，自细汉被送去深山生活。直至在山区，玛利亚遭到大型蟒蛇攻击，佮被吞落，伊向山神祈求得到山神应允，然后山神甲玛利亚合体，大型蟒蛇也爆炸死亡，玛利亚就安尼平安无代志。然后数百年之间，委内瑞拉甲规个中南美洲经过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甲欧洲天主教会团结。其中委内瑞拉伫1811年独立成功，是拉美地区第一个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当地人对往生亲友的对思，对女神玛利亚里昂萨的尊敬，甲外来宗教信仰豆豆融合，成做亚拉奎地区原住民的重要传统仪式。Rendirle tributo a nuestros ancestros indígenas que hacían este tipo de tradiciones, no solamente para la lluvia, para la cosecha, sino se impregnaban de esta candela que era para ellos el dios sol. La candela encendida representaba para ellos su dios sol y ellos pasaban por encima de esta brasa para impregnarse de ese dios sol. 即卖委内瑞拉甲美洲几个国家共款，已经是欧洲白人、印第安原住民甲非洲黑人移民的种族熔炉。20世纪初期起源伫亚奎拉的新宗教运动，也豆豆流行到首都卡拉卡斯等大都市。各地拢看到女神玛利亚里昂萨的塑像，在因的心目中，伊是爱甲大自然的象征。为尊敬女神举行仪式，也叫做政府指定文化遗产。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再会。